拢讲这个警察是人民的义母，过来美国这个画面嘛是一个真好的证明。一个才出世3礼拜的红婴仔，半暝啊去砸着冷无开，警察马上救援，救回这个红婴仔性命。警车半暝啊来到主体区，家长足紧张的，抱一个才出世3礼拜的红婴仔冲出来。囡仔因为啉牛啉砸着未喘气，全家伙仔拢无办法，好咧加在就医来帮忙的警察，冷静而且有经验。He's still blinking. He's blinking. 警察甲红婴仔抱咧，互囡仔拍离伊的手骨顶悬，对伊后壁轻轻啊拍，慢慢啊塞，囡仔有气啊，加扫了后开始好。Okay. She's okay. All right. 听到囡仔妹妹后，家长才松一口气。警车监视器的画面，互大家知影讲，警察一边爱急救，一边爱去安慰迄个失控的妈妈。常常听讲，警察会保护人民，这位美国警察真正是致命鬼。